欢迎收看 Kenny 闹星球，你可以收看或收听的在 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我们节目的内容。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尽量带给你国内跟国外呢最有趣以及最及时的篮球的资讯。所以呢，请各位篮球迷们跟我们一起走向国内外篮球资讯这条路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继续跟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这个200公分前锋的代表性人物李家瑞一起来继续讨论国内的篮球，跟让各位球迷更加的了解家瑞。家瑞你好。Hello Kenny 哥，还有Kenny闹星球各位观众大家好。家瑞，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聊得蛮多了，不过这个礼拜我们继续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你打篮球的一个路程啊。我们知道你打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篮坛，然后开始从事一些可能一般人正常的这种每天工作的这样子的节奏。那为什么你当时会想说我再回来打打看篮球？那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再度回到这个篮球场上，跟为什么会回来？因为其实那时候离开篮球之后，其实心里一直没有放弃篮球，然后可能就是自己也还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然后家人也一直在鼓励我可以继续，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年轻，然后还有那也不老，对，但也不老，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年纪，然后就是还可以再拼看看这样，自己后来想想也是这样觉得，对。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机会让你回到球场？你不要想说你不是明知故问吗？就是你找我的啊，那你对了，好像也这样讲也是啊，也是你找我的，就是其实当初可能等了一阵子之后吧，然后因为我从我上一个球队离开之后，回到金门，可能待了1-2个月、2-3个月，可能自己也正想说开始去找工作要上班，刚好某一天的下午，然后就接到了一位高先生的电话，是，对，然后就是高先生有听起来诚恳吗？高先生非常的诚恳啊。OK， 就是那时候我还是对这个球队有很多疑问，然后也有一点点担心。我必须老实说，因为那时候是球队还有联盟都还没有可能正式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是，但是那时候你也说了，就是你会继续一直跟我保持联系，然后跟我报告一下做状况啊，怎么样进度之类的。但是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好，我听听就好。但事实上之后的每一个礼拜，你几乎都有打电话给我，就是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聊了一下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跟 Kenny 哥还没有这么熟悉，然后就是让我感受到就是你很认真的是想要把我叫到球队来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开始认真的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对啊。那现在来到球队，你会觉得后悔吗？那这答案很肯定的，当然是不会。要小心回答，小心回答。这不需要小心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我这边是没有负面的答案。好极了。那这个加入工程师以后，你觉得你第一季的表现，你感受是如何？第一季的表现吗？其实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可能及格边缘，但是不及格。但是我对整个工程师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以一个第一年刚成立的球队来说，应该这个球队有80分。是，谢谢。没有。就其实我觉得这个球队，能在第一年有这样子的成绩，我觉得真的蛮屌的。这个对我们一起努力达到这个结果。那其实呢，我最近在很多的地方啊，看到我们国内篮球的发展的路，看起来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单位
以及越来越多的公司，或者是过去呢，对我们篮球都已经有非常多的投资，或者是呢，以及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栽培我们国内球员的球队呢，都已经更加的开始要投入我们的行列，让这个产业可以越做越蓬勃壮大。我相信呢，很多人也看到你过去这一年的努力，看到你的成长。那我们也要谢谢过去呢栽培过我们的这些前辈们。那更重要的是呢，好，我刚刚讲的这个铺陈呢，就是要让你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些努力呢，造就了现在这个环境。那现在有一个基本上跟你过去成长的背景还蛮像的，打球呢同样也是左手的高的前锋，那也是我们今年选进来的新秀的朱云豪。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对于朱云豪，你看他打球跟最近也许他来测试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云豪本身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球员，然后又是左撇子，然后而且他的打球的那种心态就是他不会害怕，然后不会因为可能我投不进一直投不进一个球两个球，然后就会胆怯。就是他从投第一个球到投第10个球，他都是保持一样的心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你篮球员就是打篮球的目的就是要把球丢到那个篮筐里面。对，可是那个距离是基本上都是远距离的。可是你如果投了第1个球、第2个球、第3个球都没进的时候，你没有信心，那是会在你接下来要投第4球的时候，那是对你的命中率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对，那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很棒，就是他完全不会信心完全不会跑掉。对，这也是可能我要跟他学习的地方。对，因为这可能取决于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对，其实大家对于运动这一块东西都有点过于的低估它的复杂度。大家可能认为把身体练好，把技巧练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其实还有太多其他的元素是放在里面。那除了这种心理的状况、现场的反应，那另外还有运气成分等等，都是主宰了一个职业运动选手他可能场上的一些表现。那另外一件，这个有一样东西在去年的球季是可能过去你比较少经历过或看到的，那可能也有主宰到或影响到球员情绪上面的一个表演。那这个东西就是主客场制。那去年第1年呢，你经历过了主客场制，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赛制的看法，还有这种主场的经验或客场的经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其实主客场制就是在以前我打可能前一个联盟，都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制度。然后可能这种制度你能看到的地方就是可能 NBA， 然后可能 CBA， 可是你没办法去体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等到你有这个制度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可是当你实际去就是操作，然后实际就是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蛮累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像星期六在台北打，可能星期天你又要跑到彰化去打。对，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可能当然在第1年这样子，其实自己觉得自己调试的也没有很好，可是之后可能明年开始就会自己会有一点可能比较知道要怎么去调试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还有体能这样子。然后毕竟坐车这样长时间做对自己身体的影响，自己都会知道在哪边这样子。那在自己的主场新竹打球，这个感觉有特别好？非常棒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有点梦幻，因为你站在这个场地，然后全部人
都是会为你加油。你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尤其是新竹这边的球迷，就是不管你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永远就是会为你呐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你会考虑搬来新竹置产，跟这个到新竹来居住吗？如果有那个能力的话，当然是会。但目前可能还要再观望一下。没问题了，没问题，没问题。我相信在更长久的一段时间在地的耕耘，以及你在篮球场上的努力，你一定可以做得到。不过最后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上我们节目的本队选手们呢，我都给他一个机会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今天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你打算问我什么问题呢？你现在在办公室嘛？对。对啊。你办公室里面那把枪多少钱？要讲清楚，是空气枪，是玩具枪。生存游戏的玩具枪多少钱？这样子好了，先这个讲钱太过于的，这个没有很贵的一个东西。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过来开个这个打靶，然后呢，让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埋伏在心里的这个心里的不愉快，就当怨气一起把它这个开掉。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一点，这样子行吗？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如果你有一天想出去射 BB 枪要跟我讲的话，那随时可以邀请我们可以去打个生存游戏，好不好？好，没问题。OK， 嘉瑞，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那也谢谢各位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们呢，继续收看我们 Kenny NOW 星球的节目。我们在未来呢也会请到这个各式各样的篮球方面的嘉宾呢，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那谢谢你今天嘉瑞，好，拜拜，拜拜。